我來關心天氣，風台紅蝦佇早起8點半已經解除海上警報，不過外圍環流也是地區東部甲南部落大雨，也北部因為東南風陣降作用的影響，可能是會靠火燒風，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。海巡甲救護人員細緻甲患者趕到救護船，屏東琉球鄉醫療船日是暗時因為風台停開了後，第5海巡隊接報，當地一個老人因為大腸癌腸仔塌掉咧，必須送本島來治療，趕緊來進行醫療後送的任務。比較危險的部分就是會在接駁的時候啦，雖然說港區的風浪會小一點，可是它在接駁的過程裡面，那個船舶還是會搖晃。在船上的話，就是船舶的顛簸，我們就是要注意病患他的一些安全。海面風影也不哩大，紅霞風台2號早起8點半解除海上警報了後，恆春半島沿海繼續長影。南灣解除海上警報了後，會使入去山坡，不過遊園場園區也袂使耍水。放山這所在是落一陣大雨，氣象專家講風台外圍環流，會予東部恆春半島落大雨。南部的其他的縣市當然也會下一些雨，威脅最大的，因為有一些地形的抬升的話，還是在迎風面的台東啊、恆春半島以及這個一部分的東線的地方，它的雨會比較大一點。風也是南端的風比較大一點。三尺關大鷹一直拍中富岡魚港沿岸，台東早起相反是一陣的大雨，造成市區京城北路排水袂會透出去，積水排水孔也一直不水出來。逐擺落雨就淹水，民眾真無奈，緊提掃帚來掃水。這裡只要下很大雨，這條都淹在這裡啊。北部地區呢，那今天是因為東南風的沉降作用，所以呢，甚至會有焚風發生的幾率，因此呢，北部地區可能會有達到36度以上的高溫。台北市好天，天氣袂歹，受東南風陣降作用影響，北部可能出現小風加36度以上高溫。一若外島金門，雖然雲較高，也毋過觀霧評估，中島進前永遠會使受水。所以，今年的海上長影活動是照常來舉行，吸引8000外受水的人參加。也毋過觀霧也提醒講，受水的人若出現身體無爽快，也是突發狀況，一定愛找適可為的介護船也是人員來確保安全。記者宋華報道。